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学第4课课文1，在教室。我们先来读课文，学生字。生日快乐，这是送给你的，是什么？是一本书吗？对，这本书是我写的，太谢谢你了。我们来读生字，生日，生日，快乐，快乐，给，给。课文1有3个生词，我们来学生日，快乐，生日，快乐。过生日的时候，我们要说祝你生日快乐。过生日的时候，我们还要送，送什么？送礼物，送礼物。今天我生日，朋友送了我一块手表。这是一块手表，什么颜色的手表？一块红色的手表。送礼物，送礼物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礼物，什么礼物？生日礼物，送生日礼物。你喜欢这个生日礼物吗？这个生日礼物是什么？是3本书，1本书、2本书、3本书。这个生日礼物是3本书。过生日的时候，我们还要吃蛋糕。吃什么蛋糕？生日蛋糕。这是生日蛋糕。这个生日蛋糕从哪儿买的？生日蛋糕从蛋糕店买。我们去蛋糕店买蛋糕。他多大了？18岁的生日。18岁的生日。今年我18岁，是18岁的生日。明年呢？明年是19岁的生日。过生日的时候，我们还要唱歌。唱什么歌？唱生日歌。生日歌你会唱吗？我们来唱一下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这是生日歌。课文1还有一个生词，就是给，给，给谁？我们看一下给，给谁？请给我那张报纸。给谁打电话？昨天晚上他给你打电话了。给谁买礼物？买手表？朋友给我买了一块红色的手表。生日礼物，给谁买生日礼物？我给同学买了一个生日礼物。这是给。那我们看课文1，这是我送给你的，是什么？是一本书吗？对，这本书是我写的，太谢谢你了。那我送给你的是什么？是一本书。这本书是我送给你的。那这本书是谁写的？这本书是我写的。这本书是我写的。课文1，我们看到这2个句子都有是的，是的，是谁做的？这本书
是谁送的？是我送给你的。这本书是谁写的？是我写的。这样的句子我们还有4个，来看一下。这块手表是朋友送给我的。这块手表是谁送给我的？朋友给我买了一块红色的手表。那这块手表是朋友给我的，是朋友送给我的。第4课，我们学的是这个工作是他帮我介绍的。谁帮我介绍的？是他帮我介绍的。这个工作是谁帮我介绍的？是他帮我介绍的。电话是谁接的？电话是儿子接的。那我们这些句子都有是的，是谁做的什么事儿？是谁做的？是的。我们来看一下是的。是的来说什么事情？做的事情、时间、地点、方式，什么时间，在哪儿，怎么做的。我们来看句子。他是昨天来的。他是什么时候来的？时间，什么时候来的？昨天来的。他是昨天来的。你是在哪儿买的？在哪儿？什么地方？在哪儿买的？在商店买的，在中国买的，在奥什买的，在什么地方？在哪儿？那么我们看第3个，我是坐飞机来的。那你是怎么来的？坐飞机来的，坐公共汽车来的，坐出租车来的。是的，这样的句子我们还可以说是谁做的？是谁做的？谁做的？是他告诉我的。谁告诉我的？他告诉我的。那我们看这里的句子都是谁做的？谁做的？谁写的这本书？我写的。这本书是谁送给你的？这本书是我送给你的。手表是谁送给我的？手表是朋友送给我的。这些句子都有是谁做的，是什么什么的。那我们看这里没有是的。如果没有是的，这个句子怎么说呢？我们来看第1个，这本书是我送给你的。那我们这里有是的。这个没有是的的时候怎么说呢？我送给你这本书。我送给你这本书。那这些句子如果没有是的，这里没有是的，那我们怎么说呢？那现在你来做一下。没有是的，我们这些句子怎么说呢？我们看第2个，这本书是我写的。我写这本书。我写这本书。第3个句子，这块手表是朋友送给我的。朋友送给我这块手表。朋友送给我这块手表。
这个工作是他帮我介绍的。他帮我介绍这个工作。他帮我介绍这个工作。电话是谁打的？谁打电话？谁打电话？谁打电话？电话是儿子接的。儿子接电话。儿子接电话。那我们看一下是的，有是的时候怎么说？没有是的，我们就说谁做了什么事，谁做什么事。那有是的，要说什么事儿是谁做的，什么事情是谁做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张图片，谁做什么事情，加上是的，那我们什么事儿就要放到前面来，什么事儿是谁做的。我们现在来做一个练习，谁做什么事儿？现在我们把是的加上，这些句子怎么说？第一个，姐姐买这个杯子，那我们加上是的怎么说呢？这个杯子是谁买的？那我们要说这个杯子是姐姐买的。这个杯子是姐姐买的。那还有1、2、3、4个句子，我们怎么来把是的加上呢？那我们大家来想一下，想一想怎么做。第二个句子，妈妈做今天的晚饭。张老师教我们汉语。我同学买这件衣服。大卫送给我生日礼物。那你现在做完了吗？来看一下你做的对不对。谁做什么事情？我们加上是的，要把什么事情放到最前面，什么事儿是谁做的？看一下第二个，妈妈做今天的晚饭。那什么事情是谁做的？我们要说今天的晚饭是妈妈做的。张老师教我们汉语。汉语是张老师教我们的。我同学买这件衣服。这件衣服到前面。这件衣服是谁买的？这件衣服是我同学买的。大卫送给我生日礼物。那生日礼物放到前面来。生日礼物是谁送给我的？生日礼物是大卫送给我的。这些练习你都做对了吗？什么事情是谁做的？我们加上是的。那下面的这些说的是什么事情不是谁做的？不是。水果不是妈妈买的。那盒牛奶不是我昨天喝的。课文不是大卫读的。是谁做的？那如果我们说不是，我们就把是前面加上一个不，不是谁做的。
好，课文我们要学的就是什么事情是谁做的。课文我们学完了，要会说生词，生日、快乐、给。那我们还要说什么事儿是谁做的？这本书是我写的，这本书是我送给你的。这个生日礼物是什么？生日礼物是一本书。这本书是谁送给你的？这本书是我送给你的。这本书是谁写的？这本书是我写的。是什么什么的？那我们现在就来做作业，看图说话。我们这里有2张图片，上面有很多东西。桌子，桌子上面有很多东西。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些东西是谁买的，谁画的，谁做的。例句：这个笔是你买的吗？不是，是我妈妈买的。这个汉字是你写的吗？对，是我写的。我们这里有书、电脑、苹果。那这是咖啡，我们可以喝咖啡。这是手机。这些句子怎样来说？用是什么什么的，那你就和你的同学朋友一起来说吧。课文1我们讲完了，再见。